大家好，我係騎士，今日變身成為小老師，同大家一齊畫畫啦。開始之前，我哋先欣賞一下大家嘅作品。多謝你哋嘅參與，希望下次可以見到更加多大家嘅畫作。其實卡比獸同野豬有幾分相似。畫之前再提醒大家，一開始嘅步驟記得先輕輕力畫，最後先至一次過加深線條。首先，我哋畫一粒湯圓，然後喺中間切個十字，喺湯圓下面畫一個大大嘅三角飯團。喺十字嘅上方，我哋畫一個 V 字，然後用括號將 V 字同湯圓、飯團嘅交叉點連接。之後，我哋將一粒超級大嘅酸梅放喺飯團入邊。喺飯團下面，我哋畫兩個細細嘅漢堡包。喺飯團嘅兩側，我哋畫兩個 J 字。喺湯圓嘅上方，我哋加兩隻貓耳朵。再喺十字嘅上方，我哋幫卡比獸畫上細長嘅眼睛。而喺十字下方，我哋幫佢畫上嘴巴。最後，我哋分別幫佢喺兩邊嘅手畫上一個小三角作為指甲。喺漢堡包下邊每邊畫三個小三角作為腳趾甲，同埋喺嘴巴兩邊嘅末端畫上三角形嘅牙齒。依家我哋將線條加深，再加上顏色之後，卡比獸就完成啦。歡迎大家發揮創意，為卡比獸畫上唔同嘅表情裝飾。ta da！大家覺得好唔好玩呢？畫完之後記得分享俾我睇下，你嘅作品有機會出現喺下一集嘅展示時段。最後記得留言話我知下次想畫咩啦。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